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月8號星期三，個市咧就反覆，但係反覆當中咧，恆指咧就逐步向上推升。而家同大家傾嘅時間咧係2點45分，因為4點鐘之後咧，我仲要做另外一個節目，所以咧係嗰段時間比較緊啲。咁啊，指數而家呢刻咧已經係升破咗今個月2號嘅高位23,439點，即係話今個月最低嘅指數咧，暫時嚟講係星期五上個禮拜五3號嘅22,997點，最高嘅指數咧應該暫時嚟講係今日、聽日或者後日，好明顯係一個先低後高嘅形態。咁啊講咗好多次啦。其實由舊年12月28號嘅低位21,488點升到去今個月2月2號嘅高位23,439咧，指數升咗1,951點，有少少消化同整固，有乜咁出奇嘅？係咪？咁之後回落到22,997，然後又再推上嚟。咁由22,997點就推上嚟咧，技術上當然只係一個突破啦。而更重要嘅就係2月份。只要恆指稍後一路唔再低過22,997嘅話咧，理論上係可以維持一個先低後高嘅形態㗎。3月份已經係公司公布業績嘅公佈期啦，到4月份亦都如是，之後就炒除淨啦、搶息啦等等啦，會令到咧匯聚嘅資金係會比較多啊！你睇到今日啲券商股已經足證咧，大家對個大市嘅睇法咧，啲信心開始慢慢翻嚟㗎啦。咁啊當然知啦，呢一陣嘅上望嘅目標，其實喺我文章度已經提及啦。直望咧係舊年10月份嘅高位，10月11號嘅24,064點。再向上望多少少咧，就係舊年全年個高位啦，即係9月9號嘅24,364點啦。咁有啲人問到，由舊年12月28號嘅低位21,488點開始嘅中期反彈，有冇機會發展成為新一輪嘅中期升浪呢？我答大家係有機會，亦都有呢個可能性。唯獨是咧成交金額一定要配合，因為事實上咧總嘅嚟講咧，由21,488點嘅低位去到琴日為止其實每日嘅成交咧冇一日係多過700億㗎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大家留意就係呢個禮拜去到禮拜一、禮拜二嘅成交金額咧都係690幾億，其實已經係掹住上嘅感覺。咁啊當然知啦，去到700億或者多啲嘅話咧，證明咧資金入市嘅態度咧係轉用之餘咧，唔好忘記喎，而家唔係21,000、22,000喎，係23,400、23,500嗰個水平喎，即係話咧呢一輪嘅資金入市咧，我唔覺得會炒128點嘅幅度咯。相反嚟講咧，有部分嘅機構性投資者可能過去咧係持有現金比例係比較多。咁你去到2月嘅中旬咧，有少少急㗎啦，因為3月份公布業績啊，或者跟住炒除淨啊，個市如果有機會湧上嘅話咧，咁你試想啊，佢哋手上嘅投資嘅組合裏邊咧，持現金比例仍然偏高嘅，好難交代㗎。所以未來一段時期咧，我睇好似例如匯控啦，有6厘嘅股息。中行、工行、建行都有5厘幾嘅股息，呢紮金融股係會上嘅。呢紮金融股上咧，就連帶一啲券商股咧都會進一步做好。順帶一提啦，你匯控恆指成分裏邊佔嘅比重咧有10.38%，中行、工行、建行加埋咧都有16.08%，呢度加埋咧有20幾個%成分比重㗎啦。如果呢個板塊一回暖一熱嘅話咧，市場氣氛係會比較雀躍㗎。點都好啦，而家個大市咧萬事俱備，技術走勢穿頂，形態係屬於先低後高，所爭嘅咧就係成交金額，希望能夠喺呢方面咧能夠再進一步添加。今日講到呢度。